早前宣布自組公司，然後一向係 TVB 忠粉嘅陳百祥對嚴明熙重新出發再戰樂壇呢件事表示：我覺得冇問題啊，你遲早都會係咁噶啦，而冇封殺呢樣嘢噶啦，成個中國嘅市場，我諗嚴明熙一路係行呢條路㗎啦，已經一定咧，你梗係望一個14億嘅市場，點會望你香港幾百萬嘅市場啫？佢唱得㗎嘛，佢得㗎嘛，咁你冇得封殺㗎喎，合同完就完㗎咯喎，冇人需要靠 TVB 㗎啦，而家邊度有人會靠 TVB 嘅啫就？對於嚴明熙俾人鬧反骨，陳百祥就話好不解。點解要鬧咧？不如我合約完咗就完咗啦嘛，點解會有得鬧啫？我都唔明點解鬧。大家個個都係有人捧出嚟嘅咧，捧咗出嚟就同你做一世嘢，唔會噶嘛。劉德華我説咗5年咯，劉德華有冇翻過 TVB？咁咪之後咪又翻 TVB 要翳佢，而家都唔去，係咪？冇咗呢樣嘢㗎啦。電視係一個黃昏嘅事業嚟㗎啦，蝕錢㗎啦，只會再。但曾志偉曾經話過 ，TVB 喺佢任職之前曾經虧損，但係今年係賺錢㗎喎。唔該你睇業績啦，唔好聽人講啦，大家睇業績啦。哎呀，你唔好玩啦，唔好玩啦，我冇話嚇，你哋話啫。做生意係做生意，做藝人就係做藝人，係分得好清楚。做生意邊個熟過我啊？